總價260萬上車，深圳湖景物業，你冇聽錯。今期節目嘅呢個屋苑呢，佢背靠國家級嘅4A 景觀觀瀾山水田園，日日對住湖光山景，而且呢位於深圳龍華嘅核心區域啦。配套方面呢，兩大交通呢非常方便，4條主幹道加雙高鐵加雙地鐵啊。清平高速北延線建成之後呢，免費通車，咁30分鐘就可以直達我哋嘅福田啦。旁邊係9年一貫制嘅觀瀾實驗學校，仲有我哋嘅4A 級嘅山水田園景觀，咁咧休閒度假都無憂噶咯喎。咁3公里內咧有萬達啦、MH Mall 等商圈啦，生活咧真係所需一應俱全啦。跟住睇下呢個84平方米嘅3房戶型，入到門口位置嘅玄關咧係會自己擋住視線咧，保證翻個私密性嘅喎。咁旁邊嘅呢個 U 型廚房咧，操作空間咧就充足噶啦。咁行入去呢個餐廳客廳咧係一體式嘅，通風採光一流啦。第一間客房咧方方正正，攞嚟做客房或者攞嚟做書房都得啦。咁工位咧乾濕分離啦，中規中矩啦。第二間嘅客房咧同樣係實用嘅，咁都可嚟做雜物間嘅。咁再睇埋主人房啦，大套間嘅，仲有一個270度嘅雙窗景觀，採光一流。咁私密性咧亦都係滿分噶啦。總價咧係260萬，首期30萬左右就可以入手深圳核心區嘅3房。咁有興趣嘅話就私信我啦，帶你嚟睇樓。